人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3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武汉肺炎，咱台湾的本土病例继续在增加，昨昏各增加一例，这是台湾的第9例，伊是一个女性，因翁伫武汉食头路，等下台湾了后，有一寡感冒的症头，也毋过并无发烧，想袂到去喂互伊的牵手。 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开，过来又新增加一个本土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病例。这个个案的先生在武汉工作，12转来台湾了后，捌出现嗽，还有流鼻水这症状。不过，家己到诊所看医生了后就好啊。无想到太太在27发病，28就诊，经过检验了后，第30确诊，将做过来第9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也是过来第2层家庭互相喂来喂去的感染事件。他的先生则是因为他先前的这个症状比较不明显，好，所以当时也没有符合我们是要发烧跟这个有呼吸道症状的一个 criteria，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被通报出来。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总计新型冠状病毒通报个案有730人，含9名确诊病例，也有239人正隔离检验中。这阵9名确诊个案病况稳定，依然继续住院隔离。头一个确诊病人的痰内底已经验无新型冠状病毒。不过，特别注意的是，第9例确诊病例传染方式可能是互轻症也是无症状到患者来喂到，对防疫可能是一大挑战。 专家们也高度的，就是说指向说，未来这个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指挥中心搁再呼吁出国民众回国了后，应该自主健康管理14天。若是出现发烧、嗽者的呼吸道症状，应该主动通报机场甲港口的检疫人员，并且主动通报捌去过倒一寡所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咱赶紧来关心武汉肺炎伫全世界病例统计。根据中国上新的统计，到今日早起8点为止，中国确定的病例有9683例，213个人死亡。目前中国累积的病例有9683例，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有213个人死亡。咱台湾目前有9个确定的病例。亚洲的国家以泰国上济有14例，日本甲新加坡是13例，香港嘛有10例。 马来西亚是8例，澳洲有9例，加拿大有3例，那美国第6有6例。这当中嘛出现红色喂互牵手的头一件本土病例。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台湾时间今日透早宣布讲，中国的武汉病毒已经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WHO 嘛表示讲，这项宣布唔是针对中国，是因为全世界即马拢有传出病例，嘛强调讲，因对中国的防疫也是真有信心。世界卫生组织伫日内瓦时间30宣布，武汉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I'm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over the global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bu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记者会讲，最近几礼拜发生数无前例疫情。WHO 上担心的是疫情扩散到欠缺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伊也强调这项宣布唔是否定中国的防疫能力。Let me be clea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in China. On the contrary, WHO continues to have a confidence in China's capacity to control the outbreak. 到台湾时间今仔透早6点为止，全世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9000人，死亡病例增加到213人。美国当地时间30也出现第6例，也是美国第1件本土病例，患者是第2例确诊病人的配偶，并无中国旅游史。日本30案宣布新增加3个确诊病例，确诊人数增加到14人。法国是出现第6例确诊病例。Nous avons appris aujourd'hui un 6e cas. Il s'agit d'un médecin libéral qui a été contact d'un cas confirmé ensuite en Asie. 伫意大利当地时间30，一个停伫咧港口游轮，因为船顶有一对中国阿某敢若出现感染的镜头，船顶包括船员甲乘客在内7000人，全部禁止上花。游轮工作人员讲，这对阿某来自澳门，牵手发烧，2个人拢被隔离。意大利卫生部门派人检查，目前伫咧等检验报告。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入冬头一波寒流发威，加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今日透早上低温是2度9，包括桃园的大溪、南投的中寮拢无到3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同款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伫咧东半部有低渐雨。这波寒流上强的时阵，就是今日透早全台寒飕飕、冷叽叽。透早上低温是伫咧桃园的大溪、甲南投的中寮，拢是2度9。气象局嘛有针对全台湾2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下暗到明仔载透早，低温嘛只有6度尔，要等到明仔载拜六日时，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另外，因为寒流来，垃圾空气嘛对咧吹来咱台湾，今日南部空气品质不好，下港的乡亲出门要会记得挂喙罨。来看日本北海道正出名出世景点星野度假村，伫咧当地时间30下晡传出放射意外。根据 NHK 报道，有一团8人法国的出世团跳伞冻掉咧，其中有7个人有平安落山，也毋过现场有1人昏迷，当人去救。根据北海道警方的表示讲，是巡逻警员伫咧巡逻的时，拄到有1个人家己落山，得喊救命，才知影山顶有人放射冻掉咧。伫警方协助之下，其他也有6个人嘛拢平安落山。即届发生放射所在是禁止入去出世的所在，大约伫咧1200公尺高的山顶，也毋过常常有外国人偷走入去内底出世，这是互日本的警方真头疼。来关心喙罨。武汉肺炎疫情在唱悬，也搁在炭烧，大家拢在伤济买喙罨，为着避免有人挑工，挑故意甲介绍有关囤货趁侥幸钱。经济部已宣布讲，对明仔载2月份开始，喙罨一个是6块钱，4伫价，啊那一个人敢若会当买3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有警报，民众惊讲买无喙罨，30正侪超商甲药房无到中昼就大供国光拢卖完啊。维康信义那些都没有，对吧？他们都是贴一张什么售罄，所以很夸张。下个礼拜如果物流渐于稳定的话，我们供货就会比较稳，不会再限制说1人只要1包这样。在过年期间，物流、厂商等人力成本拢比普通时较悬，所以喙罨会继续较贵。即马假期结束，30慢慢恢复。行政院邀集卫福部甲经济部讨论，并且伫30暗调集业者统计绩效，宣布自2月初一开始，喙罨绩效自8块降到6块，不过也是限制1个人买3个。由政府统一增购。例如增购400万片，目前我们每日的产量，尤其在今天也正式的开工，上看每日可以生产到400万到420万片。那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日产600万片，甚至更高。政府统计订购喙罨的政策将会暂时维持到2月15为止，每天订购差不多400万个，来疏解喙罨抢买的情形，确保国内公司无问题。另外，针对国内喙罨的出口管制，财政部讲也是1个人上最5盒，就是1人最高就是5盒为限，可以携带出境。但是随着疫情的一个发展以及国内的产能的供需，我们会做滚动式的一个检讨。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咧 FB 提醒，若是恶意囤货提悬绩效，会违反刑法，上悬会当处3年有期徒刑，并可罚金30万。政府部门会严格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哥日报》，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在炭烧。头有讲过，咱国内即马已经出现第2个本土病例，经济部嘛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一袋喙罨原本卖8块，降到一袋6块钱。来看《联合报》，虽讲美国的经济有继续在成长，也毋过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摊开，全球有一寡无确定的因素，所以美国的联准会伫咧今年头18月决策会议顶头。决定讲要维持利率，无要做改变。来看《自由时报》，武汉肺炎疫情摊开，咱台湾煞互世界卫生组织拒绝伫咧防疫的体系外口。昨昏，日本的首相安倍有公开支持咱台湾，讲爱互台湾加入 WHO。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嘛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 WHO 的会议。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拓开，总统蔡英文昨昏是第2摆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的部门要采取8点的措施，包括稳定股市、汇市，嘛要看疫情的变化甲需要，看敢要设特别法，也是特别预算，嘛呼吁 WHO 袂当甲咱台湾排除在外。那目前学校是抑阁在休寒，不过为着要避免开学了后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学校内底传开，即马政府嘛要求学校要量早消毒。啊，阁私立的幼稚园是伫咧昨昏就开学啊，囡仔要入去读册，嘛拢爱防体温，爱挂喙罨。摆好队，等让下头的温度去洗手。私立幼稚园的囡仔展开学习进前，都要先确认无发烧、无感冒。我们会测量孩子的体温，随时来观察孩子身体的变化。那每天呢，幼儿园的老师也会进行园内的消毒工作。校园防疫真重要。后礼拜一初3开始，部分参加课后老园、课后照顾的公立幼稚园甲小学生，也将等到校园一透早，保持永安国小的1年行政主管甲家长会代表同齐开会，参详开学前后的防疫措施。是不是戴口罩是比较好呢？对啊。虽然人数无算济，学校共款确认，学生伫入去学校进前爱先量体温，伫手中喷酒精。若讲有师生到过中国武汉，爱主动隔离；若为中港澳入境的，爱尽量挂喙罨。接触的人，我们也是无法掌握，所以小孩的接触史和旅游史，可能家长要更诚实一点的告知。提出喙罨、酒精加消毒水，学校讲本来就有准备，因为按照规定，准备的喙罨需要是全校师生1.25杯，年前就已经定啊，只是还未摕到货。下礼拜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希望在下个礼拜的准备期当中，能够把该有的数量也可以放在班级里面，因为毕竟这个病毒它是有潜伏期的嘛，所以孩子什么时候会发烧，我们并不知道。喙罨还未到货，订的耳温枪也卡伫海关，学校希望开学前会当解决。台北市教育局指出，等后礼拜经费甲物流恢复正常，物资应该会到位。若真正还不足，会当提出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关系，大型的室内活动拢爱特别注意。今日开幕的台北动漫节虽然无取消，也毋过要市内底嘛是爱先防体温。另外，台北的国际书店即嘛是确定讲要改去5月份才来办。真侪人坐咧涂骹伫等，无聊拢伫看手机啊。台北南港展览馆外口，少年学生为着要抢31开幕的台北动漫节限量好茶啊，提前1天伫遮排队。不过拄着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上升，因讲每一个人拢有戴喙罨伫防范。就自己就做好保护，然后就同时也是保护别人吧。为期5天的台北动漫节是过年了后头一场大型的室内活动，主办单位决定照常举行。也过即阵有3间业者为了防范，已经取消参加活动。为了落实防疫的措施，展馆各出入口拢有配备酒精消毒器，工作人员也拢有戴喙罨。即阵经过上新的措施，民众入场进前一律爱量体温。额温枪测量体温，如果超过37.5，照 SOP 程序通报给卫福部的机关署。前年1摆台北国际书店是各国文化交流盛会，每年吸引60万人次，原定2月初时举行，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国际参展单位甲各国作者已经陆续取消来台湾。出版业烦恼影响参观人次，所以文化部甲册店基金会以及业者协商了后，宣布延到5月初7，这是台北国际书店头1摆延期开店。那特别是今年的儿童书区，也首度移入世贸1馆来办理。基于办理成效以及品质的考量，本届台北国际书展将延期到5月7号到5月12号来举行。下个月登场的台北电玩展，一度团是可能延后举办。对此，台北电脑工会定性会如期举行。即阵无任何厂商宣布停电。开店期间，民众验票相关爱量体温才发到入场，也加强展场周边的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嘛影响咱台湾的观光，除了中国客即马袂使来台湾，咱国内的旅游市场嘛加减有受到影响。交通部昨昏是提出5大方案，望协助业者度过小月。自武汉肺炎发生以来，各地风景区的游客量就半1、2成。真侪观光业者反映讲，进前已经先贴的相关费用暂时拢摕袂带。若是疫情一直继续落去，
恐惊有40到50间专门伫咧接旅客团的旅行社，经营上会有困难。有一些旅游业者他就反映哦，因为一个晚上的随便的一个住宿费用，可能一个晚上就是要3万块。那如果说进来是8天7晚，那就大概是要56万了。你10团来讲的话呢，这个数字就太可怕。交通部30提出5大纾困方案，包括补贴旅行社无法度出团的损失，成立纾困贷款专案，评估立法比照30期间减收税收。也有协调航空公司配合退票或者是点燃，加补助无薪假员工备份费用。业者讲虽然有帮助，不过也是无法度动久。如果说有对于税的减免啊，低消税减免，其实对我们是一种帮助。但是其实以长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武汉这个肺炎这个问题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其实势必会影响更大。那除了我们有配合部分的 OTA 的订房网站可以免费取消或者是延后订房这个部分的话，政府有这个专案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疫情唔知当时才会结束，损失也无法度估计。除了专门接旅客旅行业受影响，各路市场也有其他国际观光也受影响。交通部宣布，除了继续暂停接旅客团以外，旅行业出团到中国的禁令也延长到2月底。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关心立法院新的会期，明仔载2月初1要开始，会选出新的立法院正副院长。民进党团昨昏有开会，确定要推出游锡堃配蔡其昌，因为民进党即马伫咧国会有过半，游锡堃做头人应该是稳当当的。那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会由郭建明继续做。立法院新会期2月初1开机，迄天也选出新任的正副立法院长。民进党团30召开党团筹备会议，讨论选举代志。昆昌培过年前就共识，伫会中得到党团一致通过。加上民进党席次超过一半，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可望确定当选。选举的事没有开票，都是没有办法预料的。那有关于我进到立法院来，这一次是新科立委。那每一个立委先进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游锡堃已经积极拜会各党团，也出席反议党的共识，只有党团总召集人一致。原本陈明文有意挑战，不过郭建明一通电话，互伊取消这想法扭甩。最后党团总召集人确定由郭建明续任，陈文平担任干事长，书记长是张嘉宾，会中也营造团结的气氛。柯总召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积极支持他。我就答应了，所以我还是积极支持郭总召担任民进党党团的总召。总来讲，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政党啊。那我们内部的沟通协调绝对没问题。再次感谢陈明委员的支持。民进党立法院昆昌培确定了后，也到时代力量党团拜会寻求支持。时代力量新科立委柯显智向游锡堃提出2项建议，包含立法院长游锡林政见发表演讲、记名投票加国会改革法案，希望伊未来能推动。不过时代力量立委是不是支持昆昌培，要等到2月初1党团讨论了后才有答案。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这边即马是要补选党主席。前副主席郝龙斌甲立委江启臣拢讲因要参选，昨昏是领表的头一天，江启臣有随去领，那郝龙斌是讲伊今仔日会去领。金属来到幸福报道。国民党新春团拜前总统马英九、前主席吴敦义，阁有准备党主席补选的前副主席郝龙斌拢有来，只是敢若搁伫败选的阴霾内底，气氛无往年热烈。台顶致辞的时阵，大家拢强调爱团结甲改革，代理主席讲话讲了更加直接。有话党内说，不要内斗内行，外斗无胆，大家就理念、路线来讨论、辩论。就国民党没有个人，没有派系，没有黑箱作业。党内化改革，新总派呼吁世代交替。党主席补选阁要开始，马洪形容这是世代之争。上新表态参选的郝龙斌强调，党内改革甲改造是爱各个年岁的人拢来参与，阁应该爱世代合作。伊嘛愿意承担，阁讲到伊有真侪亲总派支持，袂甲主席当作是跳板。
我们这次也看到，在选举过程中间，在大选过程中间，很多人都是因为主席定位的问题而造成一些我们不团结的现象，或者互相猜疑的现象。我觉得党主席很重要的是要能够成全所有的我们党内的人才，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挥。郝龙斌按算31领票参选，蒋启成是抢第一，再去亲身砸现金200万到中央党部领票，认为国民党爱勇敢改革，搁爱瓦解民意，上大的问题是少子化。国民党问题不是世代交替而已，国民党的问题是少子化的问题。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心态上必须要转换，倒不是年纪的问题啊，我们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让更多年轻人参与的问题。想要争取党主席的，还有师门学校的张亚中，但是敢若因为无做过中央评议委员，也是中央委员，无符合资格，再去一直面前发文质疑，讲若是选举无开放予所有的党员，佮讲什么改革？记者郭彩霞基本台北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所以台北市甲新北市昨昏拢取消新春团拜。那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表示讲，接落来一礼拜是关键时期。2月7日台北灯会，台北市最后是决定讲要照常举行，也毋过未在单位会先取消。今日台北市政府无论是大门口警卫，也是面对民众第一线服务人员，拢挂催暗。武汉肺炎是继续摊开，台北市政府团队初六开工，面对防疫作战严阵以待。市长官提挂催暗接受访问，强调说来是一礼拜是防疫危急期，要求公务机关第一线人员拢爱挂催暗。台湾跟大陆往来密切的程度呢，应该在未来的这1个礼拜，应该是防疫的。我们英文叫 critical period， 就是危急期，就是说，如果这个期段我们没有出现多 case， 那我们后面就比较好应付。如果这段时间突然出现一大堆 case， 哇，这下就麻烦了。台北市府下晡也开防疫应变会议，最后决议7月台北灯会照常举办，不过开幕闭幕采集活动减少，取消食面大会，减少民众将喙暗提来机会。消保官也加强稽查喙暗介绍。另外，棒球车站内底清洁人员用酒精加强消毒。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是在这个所在防疫状况。看到很多的公共领域里面自动的摆上了消毒酒精，免费提供给市民、给乘客来使用。我想全年作战，中央地方上下一条心，大家全部来备战。关提领军的民众党特别进入国会，将做第3大党，针对疾控技术，关提也准备好啊。扮演的角色只有2个，一个是示范嘛，一个是学习嘛。我们要学习整个中央政府各个政府运作啊、执政，所以我们还是为自己的执政做准备了。伊强调，民众党虽然是无关键少数，不过会为执政做准备。要阁将台大病院、台北市府海文化习惯带入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欧洲议会，伫当地时间29用621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脱欧协议，所以英国可能伫台湾时间2月7日透早就会正式脱离欧盟。在大部分议员无相侪意见之下，欧洲议会以621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批准欧盟甲英国达成的协议。3年来，伫英国国内甲规个欧盟内部吵吵闹闹的脱欧议题，第一阶段就此结束。表决通过了后，真侪出席的议员徛徛合唱有名苏格兰民谣友谊万岁，就此送别议会英国代表。平常时拍对头的议会，伫会馆国被提出的时阵充满感伤。部分自头到尾反对脱欧的英国籍欧洲议会议员，伫抵岁时阵是一直七八岁，不过有一名英国代表例外，来自英国脱欧党的议员，伫主席法拉吉的传领之下，以违反议事规则的方式，让英国国旗当众庆祝英国脱离欧盟。I know you want to ban our national flags, but we're going to wave you goodbye. And we'll look forward in the future to working with you as sovereign. 这时阵，麦克向比消音。If you disobey the rules, you get cut off. Could we please remove the flags? Mr. Farage, could we remove the flags, please? That's it. It's all over.
伫形式上，英国为这1月开始重视后病会员，不过伫去年底进前11个月过渡期间，后病法定规章伫英国境内依然适用。不过为了明年开始英国后病新关系，双方也只有这11个月用谈判，时间是真紧张。第一摆会商上早按算伫3月初。一个鼓吹脱欧的脱欧党党主席法拉吉，虽然伫议场上真侪人讲无想要看到伊，不过伊认为就算无欧盟，英国甲其他欧洲国家也是用伫经贸等领域有互惠甲合作。欧盟方面也强调，会有耐心甲英国周旋来维护欧盟会员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型的冠状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伫香港确定的病例嘛有在增加。香港人嘛烧钱特别喙暗，甲一寡清洁用品。有人是惊买无，半暝半就开始去排队；嘛有人因为真正买无，伫外口烧肉。骂人甲踢大门，香港天水围一间连锁药房外口几啊位市民真生气，因为无甲早起8点，至少400人等咧买喙暗，不过店家却只用强行插到20盒。嗰啲冇噶啦，冇辦法。这几天清买喙暗甲清洁用品，正做全民运动。听到30连锁药房下晡一少量物资，真侪市民半暝就来排队，结果排规暝也是买无，才一百多火。网络佫传出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甲民政事务总署要发喙暗予市民。民政事务总署将近中度澄清绝对无这代志。第二发会特别卫生会议上，民建联议员张丽芬也佫问，是毋是用伫厝内底以100度的水来消毒喙暗？外科口罩咧都係一次性使用嘅啫。喺膠中消毒得唔得啊？啱唔啱啊？蒸100%水溫得唔得啊？以我所知冇呢樣嘢。買無喙暗引起民怨，食物甲衛生局長表示，政府感受到市民的需求，已經展開全球採買工作，接觸140間嘅供應商。咁我哋會繼續咧係全力咧係多管齊下啦，咁去處理咧係呢方面嘅問題，包括咧係例如本地生產啊，全球嘅一個採購啊。為避免疫情拖開，港府30飯點開始，將高鐵西九龍站、紅磡港九直通車等所有口岸關起來。有市民講，香港關站差點未當應變，不過要市民認為上好是將所有口岸攏關起來。香港即擺只封幾個口岸是毋是傷過慢咧？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日本，體位無夠一檔的日本名人上皇，29向向傳出講伊昏去，落尾又有精神，也毋過嘛隨紅趕緊送去病院做檢查。去年4月底才打退位的日本名人上皇，這個月29號伫退位了後，大個所在吹上仙洞寓所昏倒。當時日本密克上皇后拄好伫伊身邊，扶着名人緊急飼着呼救鈴，請皇家醫生來檢查。李敏婷昏倒一陣了後，佮家己精神過來，最後佇皇家醫生甲宮內廳職員的協助之下，互搬去房間休困，嘛已經做了初步的醫療處置。消息傳出來了後，有真濟日本民眾是真關心，各地嘅官方網站祈求民眾會當恢復健康。有人講，因為民眾嘅立場中立，所以介意民眾；嘛有人講，86歲民眾年歲是愈來愈接近99歲過身嘅日本調和天皇，所以希望民眾會當好好保重身體，活到100歲。因為醫生懷疑民眾是甲去年7月同款發生腦貧血，30號這一天，佇民眾甲平常時同款食了早頓了後，宮內廳就安排民眾佇風紀內部的病院做血脂強症的檢查，並無發現到頭殼內底有中風也是奇怪狀況，這會當暫時加觀察才會當知影。記者林世彤報道。美國職業籃球 NBA 傳奇球星 Kobe Bryant 社會年紀死亡，伊太太佇咧網絡 IG 有打出規家歡嘅相片，感謝大家支持。即馬各界嘛攏用無共款嘅方式嚟懷念這位傳奇球星。太陽甲獨行俠比賽，兩隊跳球了攏無進攻，和24秒嘅進攻時間行煞，向8穿24號球衫湖人隊嘅傳奇球星布萊恩致敬。在賽季以外了後，幾多場 NBA 例行賽攏舉行賽前儀式來懷念布萊恩。
布莱恩的看守凡妮莎离告伫咧 IG 传了一张规家伙的相片，也发表声明感谢各界最近的爱心加支持。有真侪湖人的球迷伫咧主场水潭坡中心的外口采花加叫金色的玫瑰，纪念永远的老大。Like all the Laker fans here, like they love Kobe. It's like with the same, like me and my friend, we love Kobe, and we came here to support, like care for everyone. Like I know how everyone feels right now. 时代杂志也伫咧旁边放一张布莱恩的黑白相片加纪念。相片内面，布莱恩穿湖人的24号球衫，带头行礼，倒手放伫咧腰后壁，正手摸篮球。伫好莱坞的中国演艺星光大道顶头，布莱恩是第一位伫咧遮留卡印手印的运动员，真侪球迷来遮怀念伊。意外发生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小组调查搜证，而讲找到所有的大体，也已经对指纹辨识出布莱恩的身份。The descent rate for the helicopter was over 2,000 feet a minute. So we know that this was a high energy impact crash. And the helicopter was in a descending left bank. 虽然有媒体讲飞行员受到雾雾的影响，看袂清楚才造成意外，不过直升机公司讲飞行员有超过10年的经验，飞行的时速也超过8000点钟久。相关单位也正伫咧调查失事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昨昏台北股市开工，因过受武汉肺炎的影响，收盘是大落696点。昨昏收盘收伫11421点，是有史以来收盘股市日落上侪点的。上新的消息是，今日台北股市开红盘，一开盘有起72点，目前是起124点，目前的指数伫咧11546点。电视屏青变变投资人的心情真紧张，因为春节期间美国落盘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升温，连带影响经济信心。台股今仔日一开盘就大盘185.48点，指数一路开低行低，加权指数创史上收盘单日上大盘点，中场淡薄696点收伫11421.74点，成交值是2750.15亿。各国的股市都在高点，所以必然一定会修正一阵子。不是稳赚的呀，对呀，这都有风险嘛，自己要控制好就好了。除了西安医疗相关的防疫概念股加游戏类股，得到尾盘假日启停之外，包括鸿海以盘停83块以做收，国股也收伫盘停板，只存374块。联发科淡盘8.47%来到383.5块。股王大绿光来到4710块，台积电也淡盘16块5角。另外，还有观光、航空、旅游类股也拢是重灾区。所有人与人接触的活动都会减少。那很多人想说，我干脆待在家里玩这个线上游戏啊，所以游戏类股相对会比较强势。外资今天应该有针对全职的电子股有做一个大幅度一个卖压的动作。面对台股淡盘，行政院表示这是市场预期心理结果，政府四大基金会继续关注，但不过目前也无到国安基金进场的程度。后续还要进一步来观察，但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基本面都相当的不错。阮清华强调，台股今年开暗盘虽然跌破12000点，因为台湾的基本面犹原比其他国家好。国安基金将继续观察股市动向，必要时阵会召开委员会议讨论决议监视进场。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股市，那咱台湾目前已经有9个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不过即马，彰化县的卫生局所找无有一个甲其他确定的患者有接触过的一个查甫人。第29是赶紧利用警政系统追查，这个查甫人才发现讲，因为伊无想要互隔离，所以伊写假资料。落尾伊即马互找到啊，不过伊嘛爱互罚10万块啊。武汉肺炎第5例甲第8例确诊患者拢伫彰化，彰化县卫生局马上针对这对翁某去过的所在进行消毒。不过第17接到还有一名姓刘查甫人，甲17确诊武汉肺炎的女性患者有接触，本来应该居家隔离，所找无人，一直到29，透过警政系统才被找到。市话是留台北，那手机都关机，那住址也查无此人，所以我们找不到之后，我们就启动了警政的协寻的机制。那在昨天就把这个人找到了哈。那现在发现他是在中南部的某个县市，那我们把这个居家隔离个案就移到那个县市的卫生局去做后续的管理。
这查甫人恶意留家电话甲地址，而且手机关起来，未当联络，拒绝配合防疫嘅行为十分明显。三十中华关卫生局依法开罚10万。但是因为这个个案提供不确实的资料，手机市话，还有也不在依照中央规定做居家隔离，所以我们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跟第48条处以10万块的处分。那居家隔离本来照中央的规定，就是应该要在家里面14天，不可以外出，不可以出国，而且每天要接受我们电话的一个关怀。中华关卫生局指出，这60多人目前人伫中南部，详细健康状况甲等下台湾甲即马相关线鱼甲接触史，由当地县市卫生局在调查当中。第5例甲第8例武汉肺炎确诊案例，不接触的人目前也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健康状况真好。针对居家隔离的人电子监控是不是真是用有效控制，都要等时间来验证。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暗是有民众伫咧高雄捷运的车厢内底拄到一个查甫人，查甫人伫咧讲电话，伊是讲甲足大声的，伊讲伊家己拄啊按武汉转来尔，也毋过伊是无挂喙按，害这边仔的民众是惊到赶紧卡1922去检举。那高雄市的疾管处是表示讲，目前隔离的对象拢无违规的情形，卖请警方去调查这个查甫人敢讲的敢真正有影。若准伊是乌白乱讲话，造成别人的惊吓，安尼伊上悬会罚300万。如果接近晚间12点，高雄捷运车厢这名查甫人正伫咧讲电话，也毋过民众翕伊是因为伊咧电话中家己讲，前2天才为武汉转来。他就说，对他自己说他前2天才从武汉回来，这样也有一点担心说，他是不是别的国家再又转机回来的，害怕会有防疫漏洞。查甫人伫3道站落车，民众也赶紧卡1922防疫电话检举，并且伫网络上大盘呼吁大家细离。高捷公司表示，若当下协部会协助处理。第一个，我们还是会柔性劝导，请他戴上口罩。第二个，如果他再有渲染说他可能是从这个例如说武汉地区回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向上做一个通报。高雄市疾管处进行清查，强调所有为武汉转来的人，拢已经列入居家隔离对象。伫无定时查询电话联系过程，无发现违规外出。研判应该是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状况，但是相关的当事人有这样的一个行径，那我们正在追访，如果属实的话，那涉及散播不当谣言，造成社会恐慌，那这个有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嫌疑。疾管处表示，会请警方调查厘清事件甲查甫人的身份。若查甫人毋是武汉转来，却几摆伫公共场所散播类似的言论，将会当当作恶意造成惊吓，罚300万。也毋过民众大部分共款较会造成惊吓，会要求删文。另外，高雄市政府30尾仔第3度召开防疫会议，针对29公布的强制事部门挂吹往量体温的做法，希望1礼拜内达成，也会针对低收入户甲家有发吹往。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真侪咱台湾的电子业，即马拢有伫咧中国设厂，因为中国武汉肺炎是继续咧传，真侪中国的厂区已经延到2月初10才要开工。即马有一寡科技公司是讲咱台湾的干部会使伫咧厝内用电脑办公，暂时毋免去中国。4月拢伫咧放炮啊！随着新春开工，大家互相团拜，希望有好彩头。因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开工第1天，真侪公司防疫的措施正谨慎，规定员工入去办公室进前，就要先做好基本的消毒防护。要麻烦这边先消毒一下双手哦。那口罩再麻烦帮我们戴上。公司本身自己也有提供一些，譬如说酒精、口罩，然后包含呢，我们也会一早我们就会在路口会有一些譬如说量体温的工作人员，然后协助。那主管会定时，然后时间的去关心跟了解同仁的状况。惊讲真济防疫的老坑，国内企业对抗武汉肺炎做了真彻底。因故真济电子业伫咧中国设厂。真侪干部基层员工也要去大陆开工，其中豪硕科技首先通知讲，派驻中国的地籍干部由员工家己决定是毋是要延后去。若是决定袂转去中国开工，会当先到台北的总公司上班。另外，鸿海集团也宣布暂缓到中国厂区，改伫咧台湾办公。有一寡中国的厂区依照中国官方的规定，
2月初10全面复工。另外，被动元件大厂国巨是伫咧苏州加东莞的厂区，会配合延长旧历过年的假期，到2月初10才正常上班。1月营收本来就是受到工作天数少所以1月营收本来就不好。那2月营收停工1/3的时间的一个关系，所以2月的营收也不会太好，这个会直接冲击到第1季的一个财报。尽管分析师讲，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影响，科技业第1季的营收无乐观。严国强调，大部分的企业伫咧全球布局已经分散风险，生产线有够支援，未发生断链的危机。严估第1季的冲击是加减的，若是第1季营收的下滑，疫情若无法度控制，第2季的营收恐惊也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东，台东的往来设计是外销去中国排第1卡的果子。不过即卖因为受武汉肺炎的影响，中国延后1礼拜上班，咱的设计外销嘛随咧冻点。即卖真侪设计已经到分啊，若无赶紧收，就会开始烂，这嘛互种设计的设计农真烦恼。过年了后，头一天开工，台东县10个产销班的农民真无简单，接到香港、新加坡甲加拿大的往来设计订单，赶紧到果子园办水果。不过，这批订单只有4000台斤。农民讲，进了10架的往来设计，原本拢外销去中国，即阵受到武汉肺炎影响，贸易商拢暂时无得收。不过，往来设计上最艰难，搁再放10天到15天，若是搁不爱采收卖出去，可能就要了钱咯。没有采完的话，就是给他掉。所以我们就是要采了，销国内也要销了。台东往来设计产柜对去年10月到今年4月，一年外销中国超过1万外吨，一年的产值50外亿。协会商讲，每年在过年前后是外销的大月，各自出口5000吨等个啊。不过今年年后因为疫情停收，也影响外销的行情。台东县政府表示，正伫想办法因应，看是毋法度减少农民的损失。去年这个时阵一工迄货柜差不多5、6货柜，今年无，今年剩1货柜都无。延迟采收的就尽量延迟采收。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可以以国内市场供应。那我们还是以优先供应国内市场为第一优先。不过，集会商表示，这阵品质好的往来设计，市面上已经传出一箱干那卖600块。农民希望一旦无到顺利外销，希望民众会用加食一寡设计，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传统的农业卖当用现代的科技来斗三工，台中的新社是种香菇真出名，即卖嘛用新科技来斗三工种香菇，做过来看卖。菇寮内底一蕊一蕊的香菇，看起来真饱甜。台中新社出香菇真有名，不过因为近来气候上烧热，加上困较热的影响，产量一档比一档搁较少。农委会研发水帘温室栽培技术，就是要帮助农民来改善菇寮的温度上悬的问题。这样吹过来之后，用水，然后把热带出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温度。夏天的话，可以降低大概3到5度。这款水帘降温的设备，用烧冷交换的原理，配合抽风所产生的负压力，营造温度低、湿度高、香菇介意的环境。经过栽培试验，发现讲菇类的产量甲品质拢有正大的提升。说我们现在香菇菇包菌种弱化，其实在于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温度的控管，让菌种还是可以恢复。那至少我们可以达到的使用容积率，至少可以达到200%。那我们希望说每个太空包，目前来讲由本来的差不多170公克，可以提高到330公克以上哈。这项新的技术会当将菇寮的温度控制伫咧28度以下，而且湿度维持伫咧85%到90%，减轻气候因素佮有天气烧热的影响。用技术甲天拼，就是要种大蕊佮好食的香菇。记者综合报道。那荷兰的国花郁金香，当年按正月会开始进入果期，会开始开甲水当当。当地即马就伫咧办活动，开放民众伫咧广场载礼板，咱嘛做伙来去。伫即个广场，采办各种色水的郁金香，一样披着花芳。尤其大家摸着纸袋啊，伫咧花海内面种家己喜意的郁金香。即马1月，荷兰也迎接因的国花郁金香的季节。为了要庆祝一年一变的国家郁金香日，受到阿姆斯特丹的水坝矿场特别办活动，
伫2500平方公尺的空间，采20万类的郁金香，互民众免费家己种。Dankjewel. Het was veel mooi hier. Ja, voor mij is de eerste keer en is veel mooi. Yeah. I came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and also my family, just for this event, for this National Tulip Days, the starting season of the tulip season. 现场也有专业人员协助民众安怎种花，也有教大家安怎照顾这款花。伫咧西澳的荷兰是目前全世界上大郁金香产地，每一季当地花农拢会培育出17到21株的郁金香，输出到全世界100外个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啊，毋过即马乡亲要看郁金香，毋免出国，伫咱台中的后里就有通看。4个女性申请荷兰的传统服装，去年才摕1卡回拿内底拢是郁金香。身躯对音乐摇嘞，欢迎民众来到台中后里看大片的郁金香。很漂亮啊，很多不同颜色的花开起来很漂亮。今天的花超美的，而且就是人也很多，然后下雨天的话，就是花还是很坚挺，可以一次来这边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郁金香，还就是种类很多。为着要互咱台湾民众欣赏袂输予外国的郁金香花海，台中后里一笪正出名的观光花市，专攻按荷兰进口50多种，计共30万丛的郁金香花栽，利用冷冻的技术。种高式的紫阳珠郁金香、雄黄的道琼斯郁金香等等无共适地的品种，拍算花期有通到3月。从1月份到3月份，我们整个的郁金香花季期间，我们准备了大概有50个品种花色，从传统的白色郁金香到深紫色，从半色系宛如牡丹花的这种郁金香，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呢，都会一一的展现它美丽的身材哈。郁金香花季到当已经15档，受到济民众的欢迎。2020年的台湾灯会嘛，要伫后里举办，时到咱会当地日时欣赏郁金花，暗时来看花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去上幸福的国家，伫咧北欧的丹麦。伫咧丹麦读大学毋但免钱，逐个月也可当领到750块欧元的津贴。啊，毋过条件是逐礼拜爱做实11点钟。所以伫咧丹麦幸福指数全世界第1。其他欧边的国家，真侪学生囡仔拢走去迄个所在读册，而且读煞了后，嘛拢会决定讲留落来食头路。伫哥本哈根世界港技术学院学校内，学生分组伫咧讨论功课。对英国伯明翰来的桑德兰也同款，伊伫遮主修资讯甲经济。除了是看到这间学校有甲产业连接的优势，会离开家己的国家来遮读书，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I wasn't really too set on paying £9,000 a year in the UK, which I don't think many students are. 桑德兰甲丹麦学生同款，毋但是读大学免费，每个月也个人领政府发的750欧元学生津贴，条件是一礼拜爱做11点钟的工作。桑德兰是了9班的工作，每个月扣税了会当赚1400欧元，虽然爱扣38%的税，但过收入加起来已经有法度互伊经济独立。互伊伫咧英国的朋友真新鲜。丹麦实施大学免费已经超过半世纪。2013年开始，后面国家学生也能享受这项福利。最近这项政策互学校真困扰。It has been a political subject since a few years. Actually, in 2017, KEA had to put a ceiling on top of the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that they could accept. And we actually had to cut 25% of the intake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that's simply because they say all of a sudden we will lack money to pay for the education of our own Danish students. 点过真侪后面学生拢讲，无学费加学贷压力，会感觉家己加真幸福。Definitely, this creates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which increases or at least contributes to the happiness of people. 丹麦幸福指数伫咧全世界一直拢排伫咧前几名，来遮读大学的外国学生感受上深，像桑德兰就决定毕业了要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有一个查甫人，伊号做 Danny， 伊自细汉就失去伊的双脚甲伊的正手，也毋过伊一直拢无愿意斗义机，一直到伊即马做老爸啊，望讲会当顾囝来培养两个人的关系，所以伊才透过科技公司斗相共来斗义机。即马伊有法度抱后生来翕相，嘛望讲未来爸囝会当有搁较侪互动。 这个单纯古水的面甲笑容，就是让丹尼下定决心，要将科技加卡手的动力。 But then when I had my little boy, I realised there was a lot I couldn't do, so that led me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then that's what led me to get one. 这个26岁英国查甫人丹尼·佛罗伦斯，5岁时阵因为着脑膜炎甲刷后的感染，互伊小连续失去双脚、规支正手甲倒手3支指头啊。遮尔侪年来，丹尼靠坐电动轮椅做线工趁钱，但是因为传统假骹手的外形，互伊无法度接受。后生约书亚出世了后，因为无双手，互伊失去真侪甲约书亚培养感情的机会。因为这份老爸对囝的爱，丹尼认为家己需要一支会当自由活动的手。When he's a bit older and he needs to fasten a zip on his coat, I should be able to do it, whereas I can't now. If it comes to strapping his seatbelt in, for example, I should be able to. 在英国一间专门做3D 科技假骹手公司的斗相共之下，丹尼家己种1/3的钱，互伊总算会当装一支爱10万英国钱，差不多是400万台票的3D 列印仿生物科技手骨，互伊会当美梦成真。 So I've only just got the hand, and I'm learning kind of what different grips do. But in its current setting, I should be able to bring my fingers down to make a fist. 虽然丹尼还搁在练习安怎操作这条仿生手骨，但是透过科技的协助，已经真期待，刷落来会当亲身替约书亚换轿珠啊，也是做搁较侪代志。因为科技的进步，改变丹尼的人生，互伊有机会会当做好爸爸的角色，陪约书亚做伙成长。记者综合报道。 在天气报道者，咱来关心天气。入冬头一波寒流发规，全台拢寒飕飕。气象局嘛有针对全台湾2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下暗到明仔载透早，低温只有6度尔。爱等到明仔载拜六日时，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